台美关税协议也未正式签署，立法院副院长江启新昨讲，这个月中就会当来签订。今仔日开始寒流来，中部以北甲东部地区愈晚会愈寒，台南以北可能剩无到10度。最近这几年流行煮减肥社，食药署目前已经接到21件哪像资料有不良反应的通报。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张曼婷。头起先来关心天气，今年上强的寒流已经到位啊！中部以北甲东部地区愈晚会愈寒。气象署继续发布低温特报，也上悬时间就伫咧礼拜到拜一透早，时到台南以北会剩无到10度。也若北部1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是有机会落雪。台北市府表示讲，会阁看情形来实施交通管制。天顶侪份乌阴，不时有雨，大台北气温为日下起到1度降。入暝了后，低温会降到10度，北部、东北部甲东部首先真紧降温。礼拜日日下起各地气温拢是非常的寒冷。气象署继续发布低温特报，提醒这一波寒流是今年以来上强的，影响时间也会较久。明天晚上到周一清晨，相对而言是这波寒流温度最低的时候。到时候在台南以北、东半部地区的低温可能只有8到10度，局部地区温度可能在低一些，6到7到8度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基隆北海岸到大台北，自拜六早起已经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拜六下半日一直到礼拜日，拢会是水汽偏济天气形态。到后礼拜三，也会有方面破碎冷空气通过。这方面也有雨，到时阵冷空气强度是伫东北季风甲冷气团之间。大气下降指出，礼拜日起虽寒流温度甲水汽搭配好势，台北市大屯山顶有机会落雪，至少也有秋瓜是米雪，草草局部地区也有雨插到米雪的可能。几率大概是20-30% 吧，下雪的话，那结雾凇的几率大概很高，山上应该还是会有白色的固态降水可以看。草山回归自测过已经开始，礼拜六原本就有交通管制，北市交通局因应用路人可能上山足雪，局地大道会机动配合落雪状况，实施春秋管制一旦启动，李主编往左航站方向，包括说明车辆会往坑离。先游了后，伊道路是这种放开放管制路段通行。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年正流行做减肥蛇，不过有医师就表示讲，这减肥蛇其实是一种药方，不是保健食品，伊有一定的副作用甲风险。食药署目前嘛已经接到21件，那像是资料有不良反应的通报，提醒民众讲唔通伫咧网络黑白买，以免去买到假药啊，减肥减无成，等到失去健康的身体。就是这款俗称减肥蛇的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原本用伫糖尿病治疗，后来真侪国家也核准使用伫体重控制。最近几年伫社群平台引起热烈讨论，甚至出现网络代买加抢注的事件。也毋过有医师警告，减肥蛇是处方用药，毋是保健品，有一定的副作用甲风险。有很多患者打完之后，其实在食欲的部分当然有明显的抑制，另外的很多更严重的会吃不下。甚至到严重的所谓的营养不良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最近国际新闻报道，美国有数千名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的使用者，因为严重副作用提起大规模诉讼。英国药物甲保健产品管理局也发布安全警讯，提示这类药品可能有严重急性腰鞘癌的风险，包括罕见的坏死性甲致死性腰鞘炎的案例。咱国食药署是已经接到21件亲像不良反应通报，症状包括胃肠疾病、并发吐甲注射所在无爽快。寿司针属于处方用药，需经医师诊断开立处方签，药师调剂给药，切勿网购或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以免买到假药或劣药。食药署强调，这类药品爱经过医师以个别状况做专业评估才会当使用。部分减肥蛇会当用12岁以上的青少年，也毋过多数有网汉相定人来使用，搁爱符合 BMI 等使用条例，也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适用。民众千万毋通透过网络，也是来路不明的管道去买，以免买到假药啊、是骗药啊，减重无成，颠倒危害自身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
台美关税协议目前是也未正式签署，不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昨就讲这个月中就会当来签订。另外呼吁在野讲，到时阵是唔通搁伫遐拖，就要赶紧批准。因为南北党团是强调讲，政府就要先把这关税协议对咱台湾的影响先讲好清楚。台美关税谈判，台湾取得对顶关税税率15%，而且无贴加起去，也有232条款最优惠台务。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先是讲，月中双方就会使来签订。行政院是讲，其实副院长郑丽君1月20日关税谈判说明记者会就已经讲，会伫未来几礼拜完成签署。大家都期待中央能够有一个清楚完整的说明，除了降低对产业的冲击，也要确保劳工朋友以及中小企业的权益。也来依照条约缔结法协定签署了后，应该伫30天内底送到立法院。不过拄好拄到过年甲228年假，外界有个上紧恐惊要到3月初，伫议会一头交付委员会。如果到时候在立法院在野党拖延拒审，那其实江副院长所办的这些不管采访或者是座谈就没有意义了，就只是一场政治表演。对着民进党的呼吁，民众党团认为政府应该先清楚说明台美关税协定所带来影响。国民党团也讲，行政院应该依照先例来立法院进行整体经济冲击评估报告，这是负责任的政府。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进前才因为韩国国会一直无通过甲美方的贸易协定，讲要调悬关税到25%。学者分析，川普安尼做恐惊是烦恼讲韩国国会拖延，会对台湾也是其他盟友国家造成影响。川普政府面临到所谓的期中选举，以及这个最高法院即将这个对于关税做一些这个裁定的这个合法性，当然川普政府也是希望各国能够紧速加快这个履行谈判的条件。那当然是不是里面包含着含军购的问题，甚至说所谓的这些其他的条件，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行政院长杜英泰昨日也讲，有关各行各业的关税贸易协定，正伫拍拼出成台美双方最后谈判。强调台湾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也希望各会应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表示，讲美国针对3项军事案已经正式向咱提供法计书草案，后期就到今年3月15日。呼吁立法院就要赶紧审查行政院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对此，民众党表示，讲因的版本是早就已经把这个品项拢包括在内。洪声讲，国民党这边嘛要提出家己的版本，不过另也是强调讲，立法院爱做的代志就是好好监督执政，唔是编列预算。行政院办1.25条国防特别条例，第一立法院10摆被动内无法度进入审查定数。国防部昨日发布新闻稿表示，美国就特别预算内底拖出飞弹小买、标称反价飞弹小买 M109A7 自走炮顶3项军事案，已经正式向咱提供法计书草案，有效期限到今年3月15日。不过，今嘛，今日民众党团版本付费，国防部各向立法院发声，应对当前严峻的敌情威胁，目前特别条例草案已送交立法院，但尚未复委审议。国防部将向美方积极争取展延发价书签署效期，避免因未于时限内签署导致全案取消。那些品项也都在台湾民众党所提出的军购特别条例当中。那这就是台湾民众党我们所展现出来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民众党讲拖延是行政院，国民党提会李干就表示，行政1.25条军购特别条例去年12月加上立法院，就算在野党无有困心早，也绝对过不去。国防部当初跟美方签订3项军购，在发价书草案完全不给自己任何缓冲的时间，这根本就是傲慢在先，情勒在后，还陷美方于不义。国防部应该尽快的跟美方争取展延发价书签署的时效，包括目前武器交货延宕的状况，也应该一并积极争取。况且国民党内的建议家己的版本，暗过行度甲时间甲民众党版本有落差。党籍立会透露，议员咧慎重考虑，希望透过党中央地库的协助，暗过另行提醒立法院的职责是监督执政，不是编列预算。没有能力、没有专业，也没有宪法的赋权，可以来编列预算采购武器，这不是立法院应当做的事。立法院就好好审查预算，监督执政。国民党的军购条例，我实在也不敢期待。
民进党立委陈冠廷强调，立法计数过期失效，咱要重新购买爱行规划行政程序，上年做单位计算延迟，好协调兄弟性会期开议了后，用更加安全为主，赶紧完成实地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讲一礼拜上班4天，休3天。劳动部表示，考虑到产业的特性，也有整体经济运作等原因，即马是也无法度安尼来实施，会先以一礼拜休2天的方式来推动工时春秋，符合劳工的需求。多年来，政府透过法令修订甲政策引导，想要降低劳工工时。不过，2024年台湾劳工年平均工时2030点钟，是全世界排名第5悬，亚洲第2悬，只属新加坡。愈来愈侪劳工重视工作甲生活平衡。去年有民众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推动4日工作制，逐礼拜上4天班，放假3日，也就是逐礼拜休3日，引起讨论。之前的工作都是远端工作，所以都是在国外。所以大家都是在家工作，所以基本上你的工作只要能够 A 有达到的话，我觉得4天其实都没有问题。我觉得不太可能，你现在劳工都请不到啊。一礼拜休3日提案，去年10月成案，劳动部以社区展面相看，定延到今年2月初7进前回应。2月初6，劳动部正式回应，爱考量劳工收入、产业特性、服务模式、人力调度甲整体经济运作，建议现阶段爱先落实一礼拜休2日，推动劳雇双方协商实施，会当符合劳工需求的工作春秋化措施。高雄科大法律系副教授刘敏清认为，工时设计本质上偏向雇主。就算法律定定上低标准，劳资实力无对等，无一定会当落实。那工作量无减少，可能上班4日拢在加班。所以有没有可能，它其实不是工时的问题，是工作量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就是我觉得它可以谈，它也可以抛出议题来说，但是它能不能成为一个制度，它需要很多的思考啦。刘敏清认为，法律会当定出标准，要过社会无强设基础，产业结构甲劳资性质无到位，法律可能未熟设计，甚至造成反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国片设计迄案，剧情是为1980年的林家迄案改编的。最近传出讲，这剧组伫咧拍片进前，哪像是无先经过当事人林义雄个因家属的同意，引起议论。对此，剧组发声明回应讲，未来会阁改进，卖主动向对方说明，表示尊重。确实，剧组方面没有任何人跟他们联络，或者是说征得林义雄先生跟他家人的同意。导演他要如何创作，当然是有他创作的自由，他至少应该要问一下当时身临其境的人啊，跟事实差别很大的话，那会不会对林先生造成2度伤害？设计迄案其中一位演员杨小丽普文表示讲，若是知影是这种状况，安尼伊苏当时是绝对袂答应出演。因那另外一位演员夏庭雄，伊是透过社群平台回信咧，嘛讲伊未来袂阁参与任何相关的活动。不过，这出戏的导演池坤华，伊是到今拢也未出面来表示，这电影敢会照常放送，事后有啥物款的弥补方案，即马就要阁等剧组出来讲互清楚。这文山永线是准备要通车，按算3月就会进入初步勘查的阶段。新北捷运公司打算要招募99位专业的人才。另外，进前测试时传出讲有噪音去干扰到附近的居民。对此，新北捷运局是回应讲，会阁找第三方单位来监测，嘛继续甲地方沟通，提出改善的方案。虽然伫区段设置有隔音壁，不过伫捷运3英线经过3节复兴路，在地居民讲测试阶段规工拢有声音，甚至继续到深夜。经过反映了后，虽然有小可改善，不过也是定定感觉互吵着干了。他们是说是会全照，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半照。车子一经过就会有扣扣扣的声音，很大声。邻居都说很吵，车子在走路的时候都很吵啊。新北捷运局讲，12月时因为列车密集测试，造成车链线出现无正常声音，已经完成这车链移下降低超过10分贝声音，并且成立群组，继续甲地方来协商。和民意代表甲里长会使及时反映，转这车专业第三单位来进行监测。
针对300个测量点来进行持续24小时的监测，将会再向陈情的住户详细的说明分析结果，并且听取感受，提出优化方案。新北市疾管局讲，三明线正处伫个验证机电系统考古度重要时刻，预计3月这个初勘的准备阶段，初勘完成了后会开始来实地检查。随捷运三明线这个完工通车的最后阶段，新北捷运公司也宣布，今年度头一摆招募计划有99个工作会，以系统控制专员为例，通过考核了后，月级会有62000块。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天庭年会大家为初6开始的封路10日来举办，现场有上百个单位非常热烈。不过，却传出有人假作是承办的厂商，甲贩仔收5万块的租金了后，怎联络袂到人？才受害贩仔到现场才知影讲去互骗去啊！律师表示讲，除了会当提告诈欺以外，嘛会使依法来讨赔偿。单位各种好食物件、糖仔饼仔拢有，民众趁年前买年货。台中天庭年会大会初6开始，现场人真多，也为生理人带来袂少商机。不过，正传出有大头生理人冒名承办厂商，对其他的大头生理人来收这个租金。他把那个摊位卖给别人，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摊位卖给别人，我才是属于大房东嘛。他假冒2房东的名义去承聊这事情，可是我大房东有大房东要去把房子租出去的房客啊，他是2房东把这个房子又租去给另外一个房客，这样是觉得一屋2卖也是不合理的啊。受害承办厂商讲，这个大头生理人敢若看到年前的商机，对受害业者讲会使代办单位的承租，收10天5万左右租金。不过钱交到了后，这个大头生理人就联络袂到啊。受害业者到年会大会才发现讲无伊摆档的所在。我们每一年天津路的年货大街一定都有一个指定的承办厂商。那这个承办厂商，他大约在半年前都在网络公告。实际上观察，天顶的年会大会中，就是承办厂商设置的单位，甲两边的店头头前来比较，更加清气，更加明显，民众一个都看会到。注意讲，因为管委会毋是受害者，所以讲无入场报警。就已经知影有3、4个这受害业者，也互因必要协助。也律师是讲，这个港骗收钱的厂商，伊的做法已经牵涉诈欺了。被害人一方面，他可以诉请警方就被告是否涉嫌诈欺提出刑事告诉，另外一方面，不管被告是否涉犯诈欺，他没有按照契约条件来履行制作费用，可以全额请求。律师讲，受害业者大头生理人，除了会使对行为人提告诈欺，也使依法要求行为人给付损害，也有民事赔偿，确保自身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动物保育员因为会当近距离接触动物，互真侪人是感觉真新鲜。不过实际上，这保育员除了爱传饲料、落屎、落尿、摒扫环境以外，阁有可能会去互动物攻击。而且伊无论是过年过节，也是风台天，嘛拢爱上班。为着互大家会当更较了解这项工作，有影局团队就以高雄寿山动物园做背景，推出影集来记录。听到零下的布袋鸟对远的所在飞来，颔棍村长长接演员肖武美、王佩杰，也有李顺宪的实物。台湾头一部以动物园为背景的专业师傅叫动物园，即要伫电视台甲串流平台播出。前期制作团队登来取景的高雄寿山动物园来看各种因捌照顾过这动物。我们也去参观了阿里的兽舍，看到他的那个粪便墙这样子，然后也亲身看了那个所有保育员们跟动物们相处的状况，让我跟编剧都非常非常感动，就觉得应该要加深这个脚本的厚度。从来没有真正变成保育员进到里面的兽舍去看过，所以这一次拍摄的时候可以了解到保育员非常多的事情，觉得保育员很了不起。一大人的青菜水果是明星动物阿里的下晡点心，保育员甲这物件搬到店场外口，甲演员斗阵饲阿里。保育员会使真近接触动物，定定被看做是真好的头路。不过这个工作毋但需要备餐、乌晒，病人啊也是无药啊，也可能面临和动物攻击这风险。其实黑熊很聪明，如果你安全门关起来之后，安全扣没有扣上，其实它的爪子很利，它可以再把门打开。对我们保育员来说，上20-30公斤的门很重。可是对他来说，可能轻而易举。
动物要讲话，保育员必须要用时间甲动物建立信任，要耐心经由真有的动作了解动物的需求。就算这日也是风台天嘛上班，若是无有够热情，恐惊是无法度一直做落去。政府戏剧在呈现动物园内底这工作辛苦，也互保育员感觉因的努力甲辛苦，总有互人看到咯。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行政院的统计，女性投入工课场的比例是逐年拢在增加。不过，营造业也是较侪男性的员工，伫咧工地是罕得看到女性的形影。稍等的7点半，青春那个帮就要带大家做伙来看这阵女性的劳工，伫咧工地是安怎突破限制，为家己起造出路。好，给。安定甲伊做水电的翁婿出入工地，虽然真辛苦，不过为着家庭，伊是食苦当做食补。为深开始倒摕工具的师仔，到即马伊嘛会当举家私拉壁、牵线，阁有发到一个人去人客遐修理水电。一开始嘛是感觉真辛苦，因为像工地拢安尼，像便所是一个问题，嘿啊，啊，阁有环境，其实拢就歹，啊，毋过我吃苦耐劳，无啦，就是我感觉趁钱无讲无辛苦的。凌晨驶发财啊，伫咧工地来来去去，车顶载亮的甲四手啊，这个工人便若看到伊来，就会暂时小休喘一下。凌晨做这个工课已经有7年的时间啊，厝内的人都开始是真反对，不过即马伊用胜利的成绩来证明伊家己。伊拢讲哈，查某囡仔要去工地做工课哦，安尼真正是你确定吗？啊，若拄到什么代志要安怎呢？所以刚开始其实都没有说到很支持，就是我跟家人讲说，给我一段时间，我试看卖安尼。所谓的火线啊，就是100%带电。如果你们有看到它的话，它会是写 L。伫台南做水电的珊珊，伊开女性的水电课程，教大家安怎换水道头、换插座。透过基础的课程，互查某人家己动手做看卖，无一定万项都拢爱问别人。这个课阮主要是针对查某囡仔，所以会较简单。啊，若免讲介有力，我感觉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伫工地无分性别，这阵女性的劳工同款唔惊晒热，唔惊辛苦，唔受到性别的束缚，坚定打造家己的路，一步一脚印，写出属于因的故事。记者陈雅顺、连新维综合报道。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先来看北部地区，上低是10度，上悬12度。过来是东部地区，上低10度，上悬17度。南部上低是13度，上悬22度。东部的部分是为11度到19度。外岛地区是为6度到15度。过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